我就係想同大家講呢，就係如果喺英國睇花同埋喺荷蘭睇花呢，其實真係兩個 class 嚟嘅。你睇下呢一度，漫山遍野係一大片嘅花海，無窮無盡，直情係即係遠到呢係睇唔到為止，都係花。即係如果我講呢個係花海呢，都唔夠嚟形容，係咪應該用呢個花宇宙啊？花宇宙啊？係咪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essica。我終於都忙完我個展覽啦，我決定俾自己放一個大假，所以我就同朋友就係趁喺復活節嗰個 long weekend 就去咗荷蘭玩。睇翻個地圖先，原來英國去荷蘭只係隔咗一個海峽，話近唔近，話遠唔遠。我哋就決定揸車去荷蘭，因為就算如果搭飛機或者 Eurostar， 雖然就咁睇面頭嘅票價似乎係平過搭船，但係你仲要計埋出入倫敦嘅火車飛，去搭火車之前同埋落咗機之後，仲要坐其他交通工具去酒店，再加埋每日出入嘅交通費，我哋覺得都係自己揸車最划算，彈性亦都係最高。唯一一樣要考慮嘅呢，就係我哋右軚車喺左軚車嘅路面上，開頭係需要啲時間去適應噶。由原本我哋習慣咗嘅左上右落，去到揸左軚車嘅地方就要調翻轉。迴旋處我哋揸開係順時針嘅，去到荷蘭就變咗係逆時針方向，呢點大家要留意啊！所以我哋今次選擇咗坐 Stena Line， 唔係同佢賣廣告噶，我冇收廣告錢噶，因為其實呢次都係我哋第一次連人帶車搭船去歐洲嘅。所以呢條片呢會詳細啲講解點樣揸車搭船呢一個流程，俾第一次揸車搭船去歐洲嘅朋友有個清晰啲嘅了解。首先睇下 Stena Line 個網站先，咁你要決定到底係買來回船飛定係買單程。我哋呢就係買來回船飛嘅，而 Stena Line 係有好多路線去其他地方噶。去荷蘭嘅話，我哋就會揀呢一度。由英國嘅 Harwich 出發，日子我就是但揀啦。今次其實係撳俾你哋睇嘅，所以我就求其揀一個先。大家要留意翻，坐船係要7個鐘噶，所以去荷蘭嗰程我哋就選擇咗星期四放咗工坐夜船去。一來佢有房間可以俾我哋 book， 二來又可以慳翻啲時間，瞓醒覺第二朝就到。咁嚟到下一版，假如你係一家4口，2個大人2個小朋友，再加一架標準 size 嘅私家車，揀好之後呢，好啦，嚟到下一版。由於我哋決定早一晚出發，你會見到夜班船同早班船嘅價錢係唔同嘅，因為夜晚仲要 book 房間。如果你時間充足，你可以選擇來回都坐日班船，咁個價錢仲會平啲添。咁就當我揀咗呢一個標準型啦。你再可以加錢揀一個 flexible 嘅，就可以隨時改時間或者 cancel 都得。回程嘅時候，我哋就揀咗日間嘅船返嚟。當你都係選擇咗呢一個標準價錢啦，咁揀好咗之後呢，你已經見到一條數噶啦。嚟到下一版，你就會見到有唔同嘅選擇，亦都有唔同價錢嘅房間。咁假如你一家4口嘅話呢，我諗你都會 prefer 一家人一間房嘅，就似乎正常邏輯都會揀呢一間。跟住呢，你就會見到呢條總數，就係來回4個人嘅船飛加1晚房間，再加1架車嘅價錢啦。喺未出發之前，建議大家上 Amazon 買翻個自駕遊歐洲嘅 travel kit。入邊有齊晒法例所需要嘅反光背心啦、UK 貼紙、車頭大燈貼紙。咁如果有意外發生嘅時候嘅一個3角指示。咁我哋都乖乖地咁將佢貼晒。
尤其係呢一個喺車尾車牌嘅 UK 貼紙，千祈記得要貼上啊！開頭我都唔明點解要貼呢一個車頭大燈貼紙噶，原來我哋右軚車嘅燈會好影響揸左軚車嘅司機，所以我哋就要貼一張貼紙遮遮佢，等佢冇咁殘眼。終於都出發啦，嚟到 Harwich International Port， 沿途一直都指示清晰，行行下就會見到呢個 Car Ferry Terminal。跟住你就會見到好大隻箭嘴寫住 Stena Line， 全部都係跟住嚟行嘅咋。然後就會見到 check in 兩隻字，一啲都唔難揾噶。check in 嗰陣，你只需要遞交護照，完全唔使落車噶。離開咗之後冇幾耐，你就會見到着住反光衣嘅工作人員指示你入邊一條線排隊上船。大家見唔見到呢隻船啦？就係呢隻啦，一路排隊上船都係車跟住車，同埋會有工作人員俾方向你，所以你係唔會走錯嘅。同時你亦都冇得揀位泊邊度，完全係跟住指示方向。唯一你要 mark 低嘅就係要記低你自己泊喺邊一個顏色區域部分，同埋記低你附近嗰個松嘅號碼，泊咗喺幾多樓，以防自己瞓醒一覺之後唔記得咗泊咗去邊。架船其實比我想象中大隻，同埋入邊都好闊落下。佢入邊嘅設施其實都唔少，有足夠嘅餐廳同埋 lunch， 唔會揾唔到位食嘢。好啦，咁我就帶大家去睇下我間房到底係點嘅。船艙入邊嘅房，估唔到呢，入邊啲房都唔算細嘅喎。咁我呢個呢，就係一個雙人嘅碌架床嘅房間啦。咁佢有得揀嘅，有得揀有窗定冇窗。咁我冇 expect 呢個窗呢，真係巨大嘅。呢個窗係成埲牆都係窗。咁出邊會見到個碼頭啦，頭先排隊，即係架車排隊入嚟嗰個位置啦。咁 OK， 睇翻間房嘅入邊情況，其實個空間咁唔細嘅。最正就係佢有獨立嘅洗手間啦。咁個洗手間就比我想象中算係闊落嘅，因為始終真係呢個係一個船啦。叫做樣樣都有齊咁樣樣咯。第二朝一覺起身，望出窗外，即刻就有好大嘅驚喜，因為之前嗰一晚入嚟已經天黑，根本就睇唔到出邊。但係第二朝起身就完全唔同啦，出邊藍天白雲，平靜嘅海洋，馬上就覺得濃厚嘅度假 feel。其實瞓醒一覺之後都有啲趕嘅，因為馬上就要落船噶啦。咁嗱嗱聲梳洗好之後，執好行李，連早餐都冇時間食，就要排隊搭 lift 揾翻自己架車。架車離開咗架船之後，就已經係荷蘭境內啦。唔好忘記，我哋仲要過荷蘭呢一邊嘅海關噶。總之全程都係跟住前面啲車行，你就會一定經過關口。我哋好好彩被抽查，全部人都要落車，打開車尾箱檢查行李。即使係咁，其實都唔係阻好多時間嘅。同埋海關人員都好有禮貌，好客氣，仲一路同我哋有講有笑添。冇被抽查嗰啲就可以慢慢駛出海關離開。
終於可以正式開始行程啦！荷蘭一直都係出奇多創意建築師嘅地方，你會見到有啲建築物好似積木咁樣一嚿一嚿咁砌出嚟，有不規則形狀嘅大廈，又有一啲你擔心唔知會唔會冧落嚟嘅超大型頂層設計嘅建築物。呢啲非一般嘅building喺英國肯定見唔到，呢度啲建築師可以盡情實現，將腦入邊嘅奇想變為真實。而其中一位最有代表性嘅建築師就係 Piet Blom。佢唔係淨係為咗特別而設計，而係真係有啲思考點樣令城市更加適合人生活。當年嘅鹿特丹市中心想起一批住宅，但係又唔想成條街都俾啲屋霸晒，冇晒公共空間。Piet Blom 就提出一個大膽嘅概念，佢諗緊如果間屋唔係打橫建，而係拎高斜住擺，下邊咪可以留翻條街俾啲人行咯。於是佢將每間屋想象成一棵樹。整組樹就係一個城市森林，人可以喺森林底下自由行動，而住屋就安靜咁擺喺上面。入到去 Cube House 參觀，第一個感覺就係啲牆冇一埲係直嘅，因為間屋傾斜咗45度，所以無論你望上天花定係落地，都會覺得啲線條好唔正常，好似成日都喺個斜坡面上生活咁樣。一入到去就係一個細細地嘅廳，設計好精簡，用盡每一個角落。廚房同埋飯廳都係喺中間樓層，面積唔大，但啲窗就好特別，因為啲牆斜，窗都斜，坐喺度睇出去就有少少好似坐喺飛船入邊咁。上到最頂嗰層就係房間，嗰度就更加斜啦。唔好以為呢啲斜屋唔實用，住喺入邊嘅人真係識得善用空間噶。佢哋將啲櫃啊、台啊、床嗰啲，全部都要度身訂造先正擺得入去。參觀完之後，你會覺得住喺呢度雖然唔方便，但係夠晒有性格。你如果想入嚟參觀嘅話，只會俾3個歐羅一個人，親身感受下斜角度生活。嚟到呢個行程嘅重頭戲，人生其中之一個最想親眼見到嘅景色，就係荷蘭春天盛放嘅鬱金香花田。呢啲色彩繽紛、成片嘅花海，以前只係喺畫冊同埋明信片入邊見過，今日終於可以親身行入去感受下。見到咁多花，真係有種心花怒放嘅感覺噶。呢度係 Tulip Experience Amsterdam， 比起一般嘅花田，佢唔單止係影相打卡咁簡單，呢度係一個結合咗體驗、歷史同埋教育嘅鬱金香主題農場。無論你係遊客、攝影發燒友，定係純粹中意花，嚟到呢度一定會覺得值回票價噶。呢度票價咁咧就小朋友12歲以上就12歐元啦，咁大人就14，再細啲咧就6個半嘅。點解我話佢咁有教育意義呢？因為佢仲有一個室內展覽，會介紹鬱金香點樣由土耳其傳入歐洲，點解會變成荷蘭嘅象徵，甚至仲有一個真種植區，等你睇下鬱金香點樣由一粒球莖開始長大。而且喺你行出去出邊個花田之前，沿路仲會經過好多藝術裝置同埋互動展板，可以睇到唔同品種嘅鬱金香，唔同時期嘅包裝方法，甚至連種花用嘅農具都展示晒。成個地方俾人感覺好有心思，唔單單只係商業景點咁簡單。行到出去花田面積好大，入邊種植咗幾十種唔同顏色、唔同品種嘅鬱金香。基本上你每影一張相，每一個背景都好似換咗一幅畫咁樣。我話俾你聽啊，你一嚟到呢，第一句說話呢，一定係哇，好靚啊！即係我同同行啲朋友咧，都係大家不約而同咧，第一句說話就係呢一句啊！好近距離睇下啲花先。呢一堂咧就係雜不楞乜色都有嘅，但係咧就佢啲色都即係接近嘅，你覺得係？咁而家係應該係最燦爛嘅時候嚟㗎啦。其實咧，我覺得係過多1個禮拜到，就已經差唔多噶啦，佢花期唔算長嘅，真係好靚啊！好 ，sorry，踩親人添，掛住睇。但係佢特別嘅地方係
有一部分專登為遊客設計，俾遊客行入去影相嘅花田，你可以放心喺花田入邊行、影相、打卡，而唔怕踩到啲花。每一條路線都鋪得好靚，唔單止影靚相，行入去本身就已經係一種享受。喺陽光底下行入呢一個七彩世界，當自己慢慢欣賞每一朵花嘅顏色同埋形狀，你會發現鬱金香唔單止係紅、黃、白咁簡單，而係有幾十種唔同嘅顏色、層次同埋形態。每一行花都好似喺度講緊自己嘅故事咁樣。喺呢一度你可以停一停，呼一口氣，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節奏嘅地方。嚟過一次之後，我就明白咗點解咁多人話荷蘭嘅春天係用嚟記住㗎。所以咧，大家咧就係如果要真係好中意睇花，係花痴嚟嘅話咧，我真係 recommend 大家真係要去荷蘭呢一度睇呢一度嘅花咯。嚟到荷蘭，點都要見一次風車，先叫做了咗件心事嘅。但係如果你唔想只係離遠咁望望，而係真正想行入去，企喺風車下邊，聽住佢轉動嘅聲音，感受下以前嘅荷蘭人點樣用風車嚟做工業生產。咁你就一定要嚟 Zaanstreekschans 風車村啦。呢一個風車村距離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只係大約30分鐘嘅交通路程，係非常之容易去到噶。佢唔係主題公園式嘅人造景點，而係一個真正有歷史、有背景，仲保留緊運作緊嘅風車。風車唔單止係荷蘭風景畫入邊嘅主角，係喺17世紀荷蘭經濟同埋科技發展嘅關鍵。Zaan地區曾經有超過600座風車，係全球最早工業化地區之一。而到今時今日，Zaanstreekschans保留咗幾座代表性嘅風車，遊客係可以入內參觀，睇住啲齒輪點樣轉動，感受以前啲人點樣靠自然力量嚟打工。不過我哋今次就冇入到去風車入邊，好可惜，佢哋收5點，我哋趕到去嘅時候已經過咗5點啦。入去參觀風車嘅話係應該要收費噶，不過成條風車村任你點行都係免費嘅。除咗風車，村入邊仲有芝士工場、傳統屋仔、舊式嘅麵包鋪同埋博物館，仲有賣手信嘅商鋪都唔少噶。嚟到呢度，今次嘅荷蘭行程都差唔多要完啦。如果你都係自駕遊去荷蘭，但係用咗其他方法去嘅話，可唔可以留個言俾我呢？或者下次我都會用你嘅方法再去多次荷蘭。又或者如果你有去過荷蘭，可唔可以都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去過邊一個花田，或者你有更好嘅經歷嘅話，麻煩你都留言俾我分享下。中意今次影片嘅話，臨走之前記得俾個 like， 跟埋個 subscribe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